巴黎奥运即马倒达100天啊，咱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昨昏嘛举办宣誓仪式。目前咱台湾第9个运动项目已经摕到27个参加比赛资格，接下来伫野球练柔道这部分的项目，嘛陆续公布参赛资格。 一定要摕金牌得到冠军，已经摕到巴黎奥运参赛资格。莆田区选手陈念琴、吴思琪，田径选手裴明荣、林玉堂，斗阵斗好大型金牌图。男子18跨栏选手裴明荣讲，家己技术甲身体继续的进步。在跑栏架的步数，我从13步5个栏变到6个栏去了，然后去量身体组成的时候，肌肉量也上升了。 裴明荣5月要伫日本参加几个大奖赛，将成绩斗起来。另外，林玉堂倒脚的脚筋，而且小可离开动手术，目前已经好啊。现在是好的，我们先追踪它，做一个档案，然后去比较说好跟快受伤跟受伤的时候的比较，然后我才可以更好的预防我的脚伤这样子。 要第3摆参加奥运的陈念琴讲，有前2摆经验，这摆更加用心地调整状态。 像我最近有在调整，就是自己的睡眠，然后自己要做的，我去分配我的治疗时间，分配我的身体放松、上温暖这个时间，还有分配自己在写奥运日志这个上面，就也不会特别说因为100天，然后要特别做些什么，因为我就是持续的一直都有在做这样。 到目前为止，台湾已经伫9个运动种类摕到27个参赛席次，帅气也好，野球、练柔道这个运动也陆续确定。体育署评估这一摆参加比赛的人有50名。那我对他有信心，也相信会比东京奥运的成绩还要更好。奥运只剩100天，体育署强调，外交部、文化部、农业部也拢加入，还佫第一摆增加安全官、福祉官，提供更较全面、更较专业的后勤资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